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学校拢当咧停课，不过有一寡学生囡仔是咧厝里无人顾，嘛是爱送回来学校。家在伫咧家己市的各中小拢有家己的灶卡，会当提供中昼顿，甚至有一寡代替爸阿母照顾囡仔阿公阿嬷，也会带孙来领学校的中昼顿，或者学生囡仔唔免烦恼食的问题。学校灶卡的工作人员无用咧缀便当。虽然即卖学生唔免来学校，但是因也是逐工准备中昼顿。唔拿来学校的囡仔要食，学校有需要的家庭会当包顿去。这对小朋友、对妈妈都是好啊，因为我们不用再另外再煮。对啊，也是无形中帮我们省中午的餐费。总共有7位厨工呢，他们每天都会提供全校的教职员工，还有小朋友大概是70位左右总共180位的用餐。因为比较有那种营养的那个7就是那种冷冻的会比较那个。因为疫情学生暂时停课，但是有一寡家长无法度伫厝陪囡仔，所以嘛送来学校内底。经济弱势的家庭，市府嘛分餐券互因来使用。家己市教育处表示，市内各中小拢有家己的灶卡，会当照顾教职员，嘛会当来照顾学生。国中小的自设厨房的费用都是全数用于食材。那么在这段疫情的停课期间呢，校厨也能够领有薪水。那么学生如果没有到校，也可以足额的来退费。那么双方都可以获得相当的保障。50块吃不饱，还是学校办的，他们吃得饱，又健康。来提便当的家长，有的是因为要上班无法度煮，嘛有的是经济较弱势的家庭。学校表示，家长来学校提便当的时阵，老师嘛会顺续了解学生的状况，随时协助家长减轻疫情停课的影响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